草索啊拖安公，草索啊拖安白。吼，这条咱讲过，这个是咱伫讲的吼。草索啊青青吼，银之水滴原位吼。草索啊青青，银之水滴原位。这个恁可能捌听过啦吼。较早就一个人讲啊，因老爸啊吼，因老爸过身去，啊，就想讲吼，迄个吼不好啦，凊彩过要甲呆呆啊，啊，凊彩呆呆讲吼，用迄草树啊吼，甲因老爸甲吼卷起来，吼啊，用草索啊吼甲绑绑的，啊，就总啊吼用拖啊，因为迄个安尼用拖较好拖啦，甲拖喺山顶吼，啊，就掘一坑吼，过要甲呆落去啊，啊，因为一个人吼。伫拖吼，歹拖着，伊顺续个叫因囝吼来斗拖啊！伫迄个啥，伫要带因老爸吼诶，迄个吼尸体甲要甲放迄个挖一坑要甲吼，凊彩要甲带掉诶时阵吼，啊，条草索啊，还佫青咧吼，本来是讲草索当然无效，就做伙甲歇落带掉就好啊，对无？结果因囝煞甲讲吼，阿爸。迄草索啊留着，草索啊留着。啊，因阿爸讲，留这草索啊要创啊？啊，因囝就讲吼，阿爸等你后摆吼，你若吼过身的时阵哦，你若死的时阵哦，我就像你伫拖阿公共款哦，安尼吼用草索甲你拖来带。吼，所以这叫做吼草索啊青青吼，草索啊青青吼啊，银之水滴原位啦。咱伫讲迄个银之水吼，就是讲啥？咱迄个较早迄个厝，较早迄款厝有啊吼，啊若落雨，特别是款尖风的吼，就是咱厝尾顶尖迄款双面厝的尖风厝吼，伊落雨吼，雨水衰落来，滴落来迄个水吼，拢是伫个原位吼。啊，伫遮吼，要甲大家吼详细说明迄个年钱卡，啊，佫有银钱卡吼，这个迄个吼用法，咱到店嘛，敢若讲无清楚哦。我伫遮要甲大家吼小解有清楚吼，这个吼足会引起吼误会吼。迄个咱若讲哦，年字卡迄个年吼，就是讲用屋檐的檐吼，迄个屋檐是伫个顶悬一间厝哦，就是屋顶上面吼啊，就是突出的地方，迄个做年钱哦，迄个做年钱吼。啊，若是咱伫讲诶银字，迄个银吼，若是写一个十字旁有无？石头诶石，搁一个今天的今哦，迄个银字，迄个做银吼，银字吼，迄个是屋檐底下的石阶吼，所以咱伫讲诶吼，是迄个会当讲咧啥？年钱卡屋檐下吼，啊屋檐。迄个年钱卡有一个银字吼，有一个啥石阶吼，啊，怎么恁就是爱记，只要若是迄个有一个十字旁，过一个今天的今，迄个是吼银字，银字是伫下边吼，毋是顶悬迄个屋檐吼，这个爱讲个清楚。